再来看桃园发生警察车驶经过过路线，险去弄到过路人哦。警方是强调讲，伊一定会依照规定来处罚。另外，桃园今年1月到10月无让过路人的处理案件，嘛已经超过1万件。桃园市警察局目前伫2个地区设科技执法的设备哦，12月份会过来增加2个科技执法的所在。画面翕到2月暗时11点多，一台警察车倒弯，驶到花条线进前向大东啊。 险险啊，就要弄到一个要过车路的人，警察催落车甲回失的。警方回应讲，会依规定来执法。我刚刚真没看到你啊，拍谁啦？拍谁？不好意思。为礼让行人通行违规事实明确，本所将依规定举发，并加强教育同仁安全驾驶之观念，以维护交通安全。虽然今年6月30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通过，提高罚款的上限到6000块，不过无停让过路人的情形，要是不时地发生。即马伫桃园的这个路口，明明都已经青灯，过路人要行过花条线，车速完全无停。为了加强依护过路人的安全，桃园警察局嘛伫违规的热区，包括中正路、复兴路的路口、成功路、三民路路口，设置无停让过路人科技执法。12月份会阁新增加2个所在，拢总4个所在。选择复杂不对称的龟山区万松2段与真心路口，及容易发生不礼让行人违规热点的芦竹区中正路与中下东路建置不礼让行人科技执法设备，并将于12月1日正式告发。根据统计，桃园今年1月到10月，处理无停让过路人的情形，警察拿查揭发9633件，科技执法揭发1911件，拢总是11544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1163件。明年会持续规划校园，甲行人安全科技执法。记者综合报道。